陽朔桂林山水甲天下，阿劉三姐就喺呢一度拍嗰個外景。係，見到啊後邊有個船夫叔叔喺度拍緊船。賣嘢嘅。隨經威龍。好，我哋喺陽朔開船啦。咁前邊咧，啤酒音樂狂歡夜，突然間煙霧彌漫，係效果嚟㗎。呢度叫做咩？山水御龍園啊！係啊，唔係佢呢度係嘅物啊，嗰個山貴州好嗰個咧，就係見到條橋，呢啲係依家特製嘅竹筏，係呢條叫做情人橋。你睇翻劉三姐嗰啲啊，有冇睇過劉三姐？有，梗係有睇過劉三姐咁正。山上行啦！来到这里做什么哩？请用山歌回答我香港來的，香港来的好朋友啊，你来到这里做什么嘞？旅遊啊！好漂亮嘞！漂亮嘞，那姐姐要不留下来嘞？哎，好哎。吹呀吹啦，我要一趟又一趟呀又一趟，七小朵，花美菊小小洋葱，我是嫩鸟在雪场啊，有毛呀在。初夏火呀，初夏火。啊！七小朵，花美七小小洋葱。我是嫩鸟在雪场啊，有毛呀在初夏火呀，初夏。谢谢，为大家玩开心。阳朔，我们来了，阳朔，我爱你。好，谢谢。抬起头看向上方，凸出来的钟乳石呢，就是我们聚龙潭大大小小的神龙。
他们呢，听说有远道而来的朋友们来游览参观我们聚龙潭，都纷纷探出头来欢迎大家。这一景呢叫做群龙引宾，水滴哪里长哪里。你看这种还有亮晶晶的，它就还在滴水，还就长。这个就是雨水，就是外面下雨了，它才会渗透进来，才会滴，滴了它才长。水滴哪里？篝火晚会现场，我们的篝火晚会在5分钟以后马上开始。
家深入呢個雞竇。好，呢公雞幾靚嘅大公雞。啲母雞咧，母雞在哪裏？放大望下先。而且很多。我们可以看到前方这一座小巧精致的阁楼是撞香楼，里面的小姑娘伴着小伙子轻盈的鼓声，跳着自编自导的舞蹈，欢迎着我们的到来。为了表示友好，稍后咱们可以用咒语蒙尼跟他们打一个招呼。
華南嘅最高峰。利江嘅全長咧，佢係有426公里，咁佢一共咧係有99個彎，54個灘。離我哋最近嘅呢一座山咧，就係我哋嘅象鼻山啦。咁佢啱好咧係坐落喺第一灘同埋第一灣之上啊。百里利江、百里馬龍就係從呢第一灘同埋第一灣開始㗎。大家可以睇到喺象鼻山嘅山頂上面咧，佢係有一座塔，佢係一座信心嘅塔，佢咧就叫做普賢塔啦。咁上面呢個咧係普賢菩薩啦。普賢菩薩嘅左邊咧就係六個大象，代表嘅係吉祥意。依家咧就將我哋嘅目光細細嘅小烏龜啦，而呢個烏龜嘅背上面咧係有一座塔，咁呢座塔咧就係我哋桂林市區最大嘅一座塔，佢係有7層，就叫做萬壽佛塔啦。上面供奉嘅咧就係阿彌陀佛，烏龜陀寶塔代表嘅係健康長壽。呢一座山佢係叫做塔山。咁我哋又將我哋嘅目光嚟到最左邊有個岩洞嘅山峰。咁呢座山峰咧，你咁樣睇落去，其實咧係更加似大象啦。佢長長嘅鼻，好似喺度吸水。但係咧，呢一座山佢係唔叫象鼻山㗎。呢座山咧，佢係叫做穿山，即係穿針引線嘅穿啦。呢一個岩洞咧，佢係叫做月岩，月亮嘅月，岩洞岩。佢同我哋象鼻山係呢一個呢度咧，係名稱叫月光相月啦。咁一個咧係掛喺月光嘅月亮，另一個咧佢係浮喺水上面。咁後面就係我在這裡樹下等你們啊！來，哥姐們注意安全啊！不要走遠，不要走偏啊！但呢個位置咧，佢就好似一個平嘅平頂一樣啦。後邊咧佢就係平底，再後邊咧佢係平底。啊，咁3座山峰連起伏，連起身一齊睇嘅話咧，佢係好似一個倒屏一樣，倒咗喺江上面。咁佢倒映喺江上面，另外一半咧合埋起身，佢就係一個完整嘅屏啦。呢一個屏咧，佢就係觀音菩薩手上面嘅玉鏡屏啦。所以我哋當地人咧係都會將呢一座山叫做鏡屏山。咁呢條江上面咧坐落有3座名山，得名一水好三山。嚟，大家將你哋嘅目光咧係睇到我手上嚟，我手上咧係有張，佢係1979年中國銀行對外發行啊，佢係一張50蚊外匯兌換券嘅背景圖。即係話咧喺70、80年代嘅時候咧，外國人去到我哋嘅國家嚟旅遊，咁佢哋啲錢咧係唔可以使㗎，所以咧佢就一定要兌換成呢啲外匯券先可以使。咁依家咧呢一張外匯兌換券，佢依家一張嘅價值，佢大概係嚟到8000蚊左右。一張大概係嚟到8000蚊，所以咧佢係第一個喺我哋桂林登上人民幣。
環豬洞，有隻豬喺度啊！入咗呢個山洞，哇！轉頭啊！穿過呢個山洞，去到一個異域世界。你咪隻豬？豬年跟我哋同埋豬。豬，哇！兩江四湖象山試劍石，哇！呢兩嚿就係個試劍石，呢個女人喺度試緊劍啊！有一條4至5厘米喎，4至5厘米。啊！把劍斬斷咗喺度啊！耶！試完把劍成功咗。好靚㗎呢度，好，啲石頭都好。我哋嘅復波酒店，今我哋住咗2晚喺度。水流係非常咁急嘅，個湖景都係好大下嘅。好，我哋行啦。跟住山窿玩石頭邊山窿。寫住咩？環豬洞我啱過咗啦。啊，呢條路原本行到嘅，而家全部都已經水浸啊。係喎，呢條路途本身係行到嘅喎。係啊，環豬洞清香心熱，幾有趣。正下堂，有啲杯喺度啦，幾多佛像啦。溶鏡喎，溶鏡。好，石刻雕像。哇，一個杯啊！呢度叫伏龍4、伏龍3。石雕。呢個，邊個？哦，伏波灣下邊有靚女同阿布達。